萌哥哥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猫猫、亮亮、点点，还有小蜜。今天的哈克哆瑞咪要教大家一首跟读书有关的童谣哦，叫做一种台。没错，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歌跳舞吧。西西蹦蹦一種台，年年讀書愛也來。讀三年識字，愛讀三年進書台。西西蹦蹦一種台，年年讀書愛也來。讀三年識字，愛讀三年進書台。西西蹦蹦一種台。年年讀書愛也來，讀三年識字，愛讀三年進書台。西西蹦蹦一種台，年年讀書愛也來，讀三年識字，愛讀三年進書台。西西蹦蹦一種台，年年讀書愛也來。一種台，一張桌子，一種台，一張桌子，是字，不是字，是字，不是字，進修台，考取秀才，進修台。考取秀才。这首歌就是在告诉大家跟读书有关的故事哦，大家一定要用功，千万不要读了3年还不识字。那刚刚教的课语大家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現在我們再來唱跳一次一種台，一起來喲。西西蹦蹦一種台，年年讀書愛也來。讀三年識字，愛讀三年進書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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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種台，一張桌子，是字，不是字。耶！今天的客家童谣大家都表现得好棒哦，哈克哆瑞咪，我们下次见。